毋是有，但先讲再伊。位对，位。吼，咱在爱冷静，无看到就惊到，就是伊即个喙形上，咱照咱学的台讲出来，后壁这伊安尼吼，位，啊这呢，腰吼，腰嘛吼，就是腰，啊这呢，嘿后，啊这呢，哇，嘿，你会使先看有啊，来读这个，安尼有两个拢吸收无？哦，就是拢按两个拢吸收，好，啊这，喂，嘿对，啊这。腰，对吼，腰吼，啊这个Y 吼，好这个啊，会使，唔对，你叫 H 呢？啊，是的，对，这个是啊，真的，对，有 H 的头发袂使长声，哦，因为报道过好是4减克，只有喙形声音拢总无有无？所以4减克若伫伊敢若喙形尔出几啊，然后加声声声底安尼吼，所以 OH 叫做二，譬如说同学同二，安尼吼，来啊，像这个呢，对啊，所以这一点照上爱写，啊 H 照上，所以甲是分甲足清楚的，这个啊这个安尼知吼，来个字字吼，来啊这个爱，真好吼，个字字，呀，真好，好，多谢。啊，所以你若讲这个是位、两位，这个就是 H，啊，这个半，我半过互你，半过互我，位半，位甲半。我即摆无伫管你讲伊第4声、第8声无要紧，是伊的喙形是啥，你爱判断会出来。这拢是 H， 因为若是 P， 喙爱合 ，T 喙齿爱起来，K 甲 H 喙拢是开的，这 H 是较灵的安尼。来，请讲话。老师，即摆敢有听到我的声？伊阮吼，敢是？因为我一直甲你嫌你无甲我应，嘿，即摆有，嘿。手机我无啥拢爱停开机，歹势，所以我无要紧。我拄仔是咧问讲，你哪会讲迄个画波？你哪会啥拖波啦？你哪会写迄个？拖波的波，你哪会写 T 哈？我想好奇。H。毋过我找台语落去对答案的时阵，伊是写 T， 所以我叫做 T。安尼哦，哇！所以这个字我拢是念 H 呢，所以我毋知影。托缽，嘿啊，所以讲托缽，安尼哦。托缽，我试看觅啊，这个。有啦，嘿，若跋敢有？我嘛找者吼，你有时无去注意到遐去吼。我拢讲我惯势呢，我知影这个嘛有啦，安尼 T 嘛会使 ，H 嘛会使安尼啦，拢有即字，你有看到无？所以这个声就是伊的，喙是开的，这个 K 甲 H 拢会使用着安尼啦，吼。重点就是讲伊的部位是啥货安尼啦吼，所以咱这已经第4张啊吼，咱今日复习这个这款的档案已经是第4张啊第5张啊，春美你会记无？这第4张啊第5张啊，入声，对无？我进前无做起，毋过嘛，即马向做无。我是无照顺序，这2、3、4啦，所以我是为5。搁3，搁第几安尼？我会记得是第3张啊，第4张吼。好，袂要紧。若是因为搁有人写毋对，所以我就感觉爱搁讲吼。嘿，所以安尼是保障啦，大家搁加听
这个部分是爱了较侪时间无毋对啦吼，正常诶吼。所以咱就一定爱知影讲，伊诶部位，啥物叫做部位？就是这个位是喙唇，哦，喙唇这个部位底甲声收起来，所以就写喙唇诶唇嘛，唇就是喙合起来嘛吼。啊，T 就是喙齿嘛，齿音收尾嘛吼。所以讲这个部位意思讲，伊这个话讲了是伊诶迄个部位伫倒位啊？是啥物部位，或者个声停起来安尼？哦，啊，这个是缩音，缩就是讲声要甲伊出来，甲缩起来安尼啦吼。啊，伊诶是伫咱指根迄个位，啊，毋过咱甲讲这是喉啦吼。嘿，若有迄个较下底只安尼凸起来安尼吼，迄个声喉缩音吼，毋是要甲哪安尼缩着哦吼。好，啊，这是喉吼，这放轻松安尼。所以我诶记号拢是安尼，毋过听诶人到底你听有理解无吼？所以咱就搁讲一解，吼。这两个喉诶部分喙拢是开诶，吼，像你看这个啊吼，吐，有无？吞音嘛无，止音嘛无，伊就是开诶，吼，吐，K 嘛，对无？喉缩音，拔，这种 H 好啦吼，因为伊 H 嘛会使，拔。喙嘛是开诶，啊，这个声就无煞按，安尼啦吼。啊，喂，是喂，喙开诶，吼，拔，喙嘛是开诶，所以这两个啦，下火拢是这两个尔啦吼。嘿，啊，搁有诶，就是有诶，伊诶后壁诶音吼，连 P 嘛会毋对诶，迄就是正经可能拢无足了解才会安尼吼。P 就是喙唇一定爱合起来时才会使用 P，吼。我继续讲哦，即条第一抓诶第三吼，这个是读，喙是开诶，对无？读，喙开，所以这个位个缩按，所以就是 K 吼，所以这个读伊就是 K 安尼，啊这个切嘛是开啊，是 A 啊开嘛吼 ，A 这个喙形诶，安尼无去喙唇音嘛是齿音嘛。所以伊就是 H，啊这声底，毋过喙齿伫后壁收尾，吐，所以 T 吼，吐，这就是 K，所以咱就是每一个音收了，你就爱想讲，我是用这啥物部位咧，甲伊音收掉，彻底咧，安尼。你若喙唇有动着，你就是 P，喙齿就是 T， 后束是 K， 后方是 H， 所以即抓啦吼。啊，咱会发觉讲迄个 H 会足济，吼，所以这就是咱之前一直讲诶，无因得个，大家拢讲好，所以 H 会足济安尼啦吼。好。